大埔宏福苑周三發生5級大火，約有5000住戶頓時痛失家園。事件發生後，大批熱心市民自發捐贈各類物資，盼望幫助受影響災民渡過難關。這場香港最高級別火警吞噬了7棟樓宇，截至目前已造成多人遇難。災難面前，無數熱心市民自發伸出援手，其中一位懷有雙胞胎的婦人，更將為這寶寶儲備的奶粉、嬰兒衣物等物資捐出，希望幫受災家庭渡過難關。然而暖心背後卻出現寒心一幕。這位事主在社交平台爆料，竟有非災民渾水摸魚，有人家住屯門，卻假扮宏福苑住戶，亦有人指定要某品牌的奶粉，稱要給寶寶轉奶，甚至有身光頸靚的人自稱低收入家庭，只為免費領取物資省錢。這種趁火打劫的行為讓事主怒批，怎麼為人父母？如何身教？目前他已將所有物資轉交正式物資站，由義工統一派發，並提醒其他捐贈者提高警惕。貼文引發全網震怒，網民怒斥冒領這人在做天在看，貪心遲早有報應，擔憂這種行為會影響子女。同時網友也提出實用建議，捐贈時可要求對方提供水電煤地址證明、舊社交帳號核實，拒絕新帳號或指定品牌物資的可以求助。警方也已發出提醒，市民捐贈需通過可靠渠道，慎防虛假籌款。大火無情，人間有愛，但這份愛絕不能成為貪心者的可乘之機。希望各方合力守護救災善意，讓物資真正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。